總價60零萬就可以買到華發嘅3房，而且係全新裝修嘅，而且陽台望出去係呢樣嘅景觀，所見即所得。首期呢就真係10零萬就可以攞低啦。樓唔嚟內地買房唔使憂，15年三鄉本地房產人胡蘇哥幫你手。Hello， 大家好，今日胡蘇哥呢就帶大家嚟到中山三鄉嘅華發觀山水，帶大家睇一套全新裝修可以實現拎包入住嘅一個3房啦。你冇聽錯，單價7000零蚊，總價目前嚟講呢，業主嘅開價呢就698000，梗係全新裝修，未有入住過。基本上呢個單位呢，你就只需要買翻2張床就可以住到入嚟啦，基本上係實現拎包入住啦。華發觀山水呢個樓盤呢，相信大家港澳朋友都唔陌生，更都有好多朋友買翻呢個小區。咁今日胡叔公呢帶大家睇翻嘅一個單位呢，就係高樓層，去到32層樓喎，望翻出去呢，就望到咁嘅山景喎。然之後呢係全新裝修嘅。咁華發觀山水呢，即係如果自己開車嘅情況下呢，即係出行呢係比較便利嘅。雖然話佢門口啲商鋪開業率唔算特別高，不過華發嘅整體入住率呢，目前嚟講應該有達到50%，即係其實會比御龍山嘅入住率高翻少少啦。御龍山嘅入住率呢，可能去到2成度，呢度基本上已經去到5成嘅啦。咁依家胡叔哥呢，就已經嚟到咗觀山水嘅呢個位置啦。咁佢首先呢，佢係一個2梯4戶嘅一個單位啦。咁基本上門口呢個位置呢，你後期你仲可以擺翻嗰啲櫃，即係有櫃門嘅，或者擺翻張換鞋凳，即係基本上你呢個位置呢，都係你私家使用噶啦，因為佢係一個2梯4戶嘅一個單位啦。咁入到門嘅位置呢，咁呢邊呢，其實有一個落地窗嘅，咁佢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鞋櫃啦。因為其實都可以選擇封頂嘅情況下呢，咁你呢邊呢就冇光線啦，冇採光啦，咁所以佢呢個設計呢都係比較巧妙嘅。咁樓下嘅，比如講呢度呢啲都可以直接塞入去，呢個設計呢係 OK 嘅。咁後期呢，即係如果你唔想太光猛呢，後期佢呢邊呢都預留咗一個窗簾盒嘅位置，你可以裝翻嗰啲百葉窗。因為佢點解要唔設計呢個窗簾呢？因為其實華發觀山水佢一期嘅廚房，佢原本毛坯嘅戶型呢，咁廚房嘅位置係喺呢邊嘅，咁佢廚房呢又啱好冇窗，所以呢就只有呢樣設計呢就係比較合理嘅啦。咁後期呢自己可以買翻一個冰箱啦。咁廚房呢就係一個 L 路型嘅一個廚房啦。做咗上面係深少少顏色，上面係淺少少顏色嘅，然之後似廚房嘅2件套、爐頭同呢個油煙機都有幫你裝好嘅啦。咁依家呢就帶大家睇翻室內入邊啦。咁首先呢入到嚟嘅呢個位置呢，咁佢做咗一個滿牆嘅一個餐邊櫃啦。咁佢上面呢仲有燈帶啊，包括似呢個滑動嘅一個插座啦。咁你有呢個插座嘅情況下呢，咁睇起身呢，就即係有時候你有啲煮咖啡啊、咖啡機你放喺呢邊其實都 OK 嘅。咁呢度呢，就係一個其實係6人位嘅一個餐台啦。咁包括似沙發啊、電視啊呢啲嘢，通通都係送俾你嘅。咁電視呢，就係一個75寸嘅一個電視啦。咁佢呢個背景牆呢，就冇做太多複雜嘅顏色，就做咗呢啲 ICC。即係嗰個藝術瓷啊，摸起身咧就質感咧就 OK 嘅，包括似美的嘅3匹嘅空調啦，呢個空調咧都要大過成5000蚊人民幣。
咁佢成屋嘅吊頂咧就做咗一個五弧燈嘅天花，咁睇起身咧就比較簡單啦，咁睇起身咧就 OK。因為點解佢會選擇做翻呢種設計呢？因為其實華發嘅層高咧就唔算高，咁有啲朋友咧可能中意懸浮吊頂嘅。不過咧，你如果做翻懸浮吊頂嘅情況下咧，咁層高咧就顯得比較壓抑㗎啦。咁再帶大家睇翻陽台望翻出去嘅景觀啦。咁呢度咧佢係預埋咗熱水器嘅位置啦。同洗衣機後期你可以擺翻呢邊，因為華發觀山水佢一期咧，佢呢個咧佢係把天然氣行到地下，然之後拉埋到呢個位置啦。要不然咧，咁好多熱水器咧都只可以擺喺入門口嗰個玄關嘅位置或者廚房嘅位置，咁睇起身咧就可能冇咁美觀啦。咁陽台嘅地磚咧就採用咗呢啲防滑磚啦。咁呢度咧就係望翻出去嘅一個景觀啦。呢個山景咧就係一直都係冇遮擋嘅啦，望到山景水景，所以佢望翻出去嘅景觀咧非常之 OK 啦。然之後咧樓層夠高，又係朝南嘅一個單位啦。咁依家咧就帶大家睇翻房間啦。咁目前現場睇到所有嘅嘢咧，業主話通通送俾你啦，沙發啊、茶几啊、地氈啊、空調啊、窗簾啊、餐台啊，然之後仲有個餐邊櫃啊、鞋櫃啊、電視啊、背景牆呢啲通通都送啦。咁入到嚟咧，咁佢呢邊咧係做咗一個鏤空嘅一個設計啦，呢樣睇起身其實都非常之舒服啦。咁入到嚟嘅呢個位置咧就係呢個洗手盆嘅位置啦。依家咧就差個洗手盆仲未完全安裝。咁呢度咧就係一個三段式嘅乾濕分離。衛生間咧講真唔算話大，不過咧其實用咧其實都夠晒用噶啦。咁佢房間嘅景觀咧，其實每間房望出去嘅景觀咧都非常之舒服，即係佢三間房望出去咧，其實都係望到呢個山景啦。咁呢樣睇起身咧係比較舒服嘅。呢間房嘅景觀俾大家睇清晰少少，望到山景，即係咁嘅單位咧就比較難得啦。咁大家如果想買新房嘅話，都可以揾鬍鬚哥對比一下嘅價錢。目前嚟講咧，其實相差咧就唔算大啦。咁呢個美的嘅空調，呢個櫃，呢度係床頭嘅位。咁呢邊望翻出去嘅一個景觀啦，呢個景觀咧講真都非常之舒服啦。呢個景觀望到成個山景，咁你床頭喺呢邊起到身，其實望翻出去嘅景觀咧係非常之舒服。因為本身咧佢呢邊其實有個飄窗嘅，咁然之後咧就把飄窗打咗啦。咁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空間啦。主人房嘅空間咧就係主人房嘅一個衛生間啦。衛生間咧咁佢就做咗咁嘅一個設計啦。不過講真咧，其實主人房嘅衛生間咧就唔算話好大。咁主人房嘅空間咧就擺咗個1.8米嘅床，咁你可能要往呢邊靠翻少少。咁呢邊咧都做咗一個非常之大到頂嘅衣櫃，即係後期其實大家咧就只需要買2張床就真係住到入嚟啦，帶幾件衫。咁主人房望翻出去嘅景觀咧，講真都非常之舒服㗎。一起身，哇細望到更靚嘅景觀。咁呢個單位咧就唔知道大家鍾唔鍾意，喜唔喜歡啦。咁佢目前嚟講咧，華發觀山水咧唔單止有二手樓賣緊，新房都有賣緊嘅。不過咧就景觀會有所不同啦。咁如果你正在中山三鄉想揾嗰啲總價唔係好高嘅，仲要新樓，總價接受到60零萬嘅，咁華發觀山水咧都可以揾鬍鬚哥對比一下嘅。咁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鬍鬚哥影得唔錯嘅，記得點讚加關注。你正在中山睇樓或者係中山三鄉有樓上去出售嘅呢，都可以點擊上面掃碼添加到鬍鬚哥個人嘅 WeChat 或者 WhatsApp。咁中山出去睇樓揾鬍鬚，少走冤枉路。我哋下期再見，拜拜。